而家今日嘅目的地咧，咁我哋就行呢一個東岸板道啊，係啊，啱啱起咗冇耐嘅東岸板道啦。咁啊，教下大家今日係點樣嚟呢一度啦，咁同埋有啲咩風景嘅。咁其實如果觀眾們搭車咧，可以選擇搭呢個地鐵，就喺呢個鰂魚涌站 C 出口，記住呢個位置 C 出口，咁一直行咧，一個馬路直行，你就會見到呢一個政府合署啦，係咪啊？政府合署係啦，咁行過嚟就好快嘅啫。咁一成條路線咧，咁啊小弟盡量都拍一個影片，咁帶大家去睇下。咁啊出發啦，係啦，呢個渣華道333號政府合署。過咗馬路之後咧，過咗呢條馬路之後咧，就會轉左。呢邊咧就係北角警署，我哋就行呢邊，由呢個消防局嗰邊咧，佢個入口就喺消防局嗰個位置。咁呢邊就係消防局啦。咁佢喺個東廊啊，東區走廊嘅橋底位置，咁有好多釣魚人士啊，相信入面更加多。好，咁今日嘅起點咧，就由呢個鰂魚涌開始，我哋就向返銅鑼灣方向。呢一邊咧就係向筲箕灣方向嘅。我哋今日咧就會行呢一邊，銅鑼灣方向。哇！影下出面個風景先，好舒服啊，好涼爽。咁如果係過嚟嘅觀眾咧，我建議咧，就帶定一件外套，因為都比較應風嘅，其實係啦，薄薄地帶定一件外套啦。咁咪好舒服。OK， 鰂魚涌港鐵站。哦，其實呢度都有個洗手間嘅。好。咁同時你都見到有啲市民啦，帶埋佢嘅寵物啦，咁啊一齊過嚟，一齊感受下。嗱，我哋都見到有啲人喺度逗留，影下風景啊，望下風景咁樣啦。
誒呢度有個熒幕喎，睇下播咩先。哦，海濱空間一啲健康資訊。好，我哋繼續。你見到個牆身有啲花紋啊，有啲圖案。有啲市民都同我圖案好似海豚嚟嘅，係咪啊？咧海豚啊，終於睇到啦，係一個海豚，同海豚影相。咁沿途中間咧有一個類似係一個藝術品，嘅嘢。中間都有個保安亭嘅。其實行下唔經唔覺已經踏入咗北角嘅範圍㗎啦。但係由於呢度啲路咧比較平坦少少啊，就所以行起上嚟就會舒服好多咯。誒，呢一度咧有一個水牌，睇下先。民康街，哦，前少少就北角嘅港鐵站㗎啦，即係北角匯啦碼頭洗手間，電照街，有個水空之間啊，轉頭去睇下先。啊！呢個位置最多人，呢個位置係好多人。哇！睇下，開始有啲塞啦呢個位置。好熱鬧啊！呢個位，呢個位非常之熱鬧。哦，呢個係叫做玻璃觀景台入口。咁個入嚟嘅，我諗我應該睇睇先。嘗試下影一影，睇睇咪到先。咁其實你話係咪你可以閒日咯？我建議閒日可以，如果有時間放假就過嚟咯。
因為可能新啊，好多人都過嚟行。你多次啊，影多次俾大家睇。OK。咁啊，留意翻啦，佢要喺呢個入口處度咧攞呢個鞋袋嘅鞋套，係啦，同埋唔可以喺上面跳嚇，留意翻。咁如果有一啲心臟健康問題嘅市民咧，都唔建議係啦去行呢一個水空之鏡。要攞鞋套啦，坐喺凳上面鞋套啦，水空之鏡，同埋喺走嘅時間都還翻個鞋套啊。咁呢度亦都有一啲使用嘅守則，同埋如果女士嚟講咧，就避免着裙，因為佢亦都有啲反光嘅，我見到有少少反光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留意翻啦。但我都見到咧，其實可能鏡頭前面嘅你睇唔到啊，其實見到已經有啲花痕，即係可能真係太多人去行過。咁啊，大家呢度係要排隊嘅。咁所以如果唔想排隊，就可以試下喺啲空閒啲嘅時間先再過嚟。好，我哋繼續行。你覺得？如果我覺得呢個，哇！呢個睇睇幾多人？你睇嗰條人龍長到不得了。如果你問我唔使排隊情況下，我會行嘅。但係如果要排，我諗呢度坐住都排起碼4個字。如果要排成20分鐘，甚至乎半個鐘，我就唔會。不過會，我哋見到不過會啦。其實行過嚟呢度大概嗱，而家行咗我諗15分鐘到，10零分鐘已經去到北角匯呢個位啦，鰂魚涌。咁其實成個過程行都覺得係舒服嘅，都覺得係舒服。咁啊，好多市民啦，帶埋佢哋嘅寵物啦，一齊過嚟散步啦。唱踏西東，係咪？咁沿路地下咧，其實佢都有啲指示嘅，啊，即係你點樣行啊，向邊個方向去，其實都有啲指示。咁中間亦都有啲休憩嘅地方啦，可以俾如果行得攰啊，就喺度坐下休息下。如果行到攰，想食啲嘢咧，其實呢度已經係呢個大型商場。
咁可以坐低食個下午茶，食個飯。呢北角碼頭嚟嘅咯。咁再向前行就係向炮台山天后嗰個位。有反應。係啊，我哋向呢邊咧，亦可以影一影俾大家睇。北角會咯。暫時為止，成個感覺都良好嘅。但係如果閒一嚟，我諗個感覺更加好，少人啲，冇咁多人。Ang galing naman nila na sa 可能今日紅日咧，好多嘅工人姐姐放假，咁都聚埋一齊。咁已經呢個位置咧，就係可以出翻去北角地鐵站㗎啦。北角地鐵站，咁我哋繼續直行。咁呢度咧都有個水牌嘅，大家見到呢度都有個水牌，亦都有一個打卡位啦，有一個心形嘅打卡位。好。如果帶寵物嚟嘅朋友咧，呢度係有一個人寵休憩好去處，有啲指南可以入去同啲寵物休息下，一齊玩下。呢度都係嘅。呢個位置可以帶寵物入去嘅。你可以影下呢個位置，睇下個風景係點嘅先。個
工人姐姐都喺度休憩啦。咁另外呢個位置咧，如果中意感受啲海風啊、釣魚啊，可以嚟呢個位置休息一下。清嘅，不過都算係好清。好，我哋又睇下水牌先。北角地鐵站，北角嘅。嗱，我哋啱啱喺洗手間嗰個位置啦，大家見到洗手間嘅位置。東岸公園主題區，和富花園。其實佢基本上每一個距離佢就會有洗手間，咁所以唔需要擔心揾洗手間嗰個問題。魚皮台。咁我影住一路個海景俾大家睇。Iya bertiga. Nggak bisa kayaknya. 其實行落咧，基本上洗手間啊或者啲休憩區咧，我覺得係足夠嘅。其實你行得攰就坐低，咁就不遠嘅距離就會有個洗手間。咁呢方面大家就唔需要憂心話揾洗手間啊，有冇得坐啲問題。但係嘢食就要自己帶嚟啦，即係如果你想食少少嘢。但我見咧，佢應該未係100% 完工嘅，有啲位置咧，佢仲有啲好似一啲建築工具仲擺咗喺度未移走。嗱，呢度講完冇耐，又有個洗手間嘅位置啦，有一個洗手間嘅位置，係啦。哦，咁佢亦都有好多水牌啦，有啲水牌。咁好清楚話俾你知，你行到去邊個位。咁其實你見到呢個位置咧，有兩個，一個呢邊，一個呢邊。呢度有啲人係跑步，我哋行翻呢邊。呢度有一個小朋友嘅類似係攀石場嘅一啲玩樂區域，係啦。
誒呢度過癮喎！呢度有一部好似單車機咁嘅物體，有單車機，幾過癮喎！哦，又係翻呢個機。有一個類似係恐龍啦嘅一個圖。呢度見到有一棵聖誕樹，靚嘅聖誕樹。一個打卡位啊！A Season of Love。去有啲細細嘅打卡位啦，可以。不過應該呢啲聖誕過後就移走㗎啦，可能有機會。我覺得有機會做到新年嘅佈置，農曆新年嘅佈置。我哋可以行一行呢個位。其實如果當你個人覺得心煩氣躁啊、鬱鬱不樂咁咧，你可以其實真係嚟呢度花少少時間當做運動行下，個人真係會，我覺得係舒服咗。靚喎！幾好，因為天氣天色都幾好。哇！而家個個都抱晒啲寵物出嚟啊！提防騙子啊，提子。其實咧，我想講咧，佢上面東區走廊啲車行過有少少聲，聽到。哦，我上幾級樓梯先。哇！我覺得呢個位置幾靚喎。
幾靚喎呢個位置。個個都影，因為好天色啊，個個都影，個個都嚟影張相留念。可能再晏少少仲靚個天色。哦，好靚，唔錯唔錯。咁對面個景俾大家睇下。哇，好殘眼啊！呢度都見到有一個水牌。哦，呢度有個位都可以穿到出去，可以穿返出去。一陣間可能我哋會以天后嗰個位置作為一個終點啦。可能喺之後嘅時間再拍埋下半段，可能由天后嗰邊開始再行過去堅尼地城嘅方向。好多釣魚人士，密麻麻。哦，去到呢度，有一個小型嘅休憩公園，好多人。咁而家我會係呢度作為一個終點啦，呢度就穿返出去大馬路嗰個位置。係啦，大家認住啦，呢個小型嘅一個休憩公園啦，有啲黃色嘅鐵架啦，有啲黃色鐵架。呢個位置穿返出去睇下邊度嚟先，應該係咪？係咪天后嗰個位嚟？好似係，係。
呢個位置有屈臣道。呢個位置係屈臣道。咁呢度如出返去就係天后啦。咁如果你哋想可能搭交通工具啊、地鐵呢度穿返出去，直出大街就係㗎啦。咁就好啦，今日去到呢度先。咁啊，下集睇下有冇機會再由呢個位再向返堅尼地城方向出發。咁就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讚好、訂閱小弟頻道。希望繼續努力，不停去改善，不停去拍多啲新片俾大家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